主后2024年12月24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帝公平无？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罗马书第9章第19到33节。我做一个属基督的人讲实话，无白贼。我的良心受圣神感动，甲我作证。我非常忧伤，心内痛苦无停。我为着同胞，我的骨肉至亲，本身若着受咒诅，甲基督隔开，嘛甘愿。因是以色列人，上帝选召因做囝儿，赐因荣光、约、律法、礼仪甲应允。因是族长的子孙，照血统，基督甲因同族，愿超越万美的上帝得到称赞到万世代。阿们。安尼毋是讲上帝应允无实现，因为毋是所有的以色列人拢是上帝的选民。亚伯拉罕的子孙嘛无拢是应允的囝儿。上帝捌对亚伯拉罕讲，对以撒生的才通算作你的子孙。安尼是讲，血统的囝儿无一定是上帝的囝儿，只有对上帝应允生的，才算是上帝的子孙。因为应允的话是安尼讲：时机到，我会过来，撒拉会生一个查甫囝。毋若安尼，利比加的双生囝嘛是对共一个人，就是咱的祖先以撒来怀孕。毋过，为着要表示上帝确实根据家己的目的来竞选人，伊对利比加讲：大个会服侍细。即句话是伫因还未出世、还未做好，也是做歹以前，上帝所讲的。安尼，上帝的选召毋是根据人的行为，是根据伊家己的选召。照圣经记载，雅各我介意，以扫我无介意。安尼，咱要讲啥物？上帝无公道是无？绝对毋是。伊捌对摩西讲：我要怜悯我爱怜悯的人，我要体贴我爱体贴的人。所以，上帝的竞选毋是根据人的意愿，也是努力，是出自伊的怜悯。圣经记载，上帝有对法老讲：我设立你做王，目的是要用你来显明我的权能，互我的名传到全世界。所以，上帝要怜悯什么人，就甲伊怜悯；要互什么人心意，就互伊心意。安尼，你会甲我问：既然是安尼，是安怎上帝还伫责备人？什么人会当反抗上帝的旨意？你这个人，你算啥？敢甲上帝赌喙？受塑造的物，减会对塑造的讲：你是安怎甲我做甲安尼？小废的，减无权，通用同一块黏土，照家己的意思做一个贵气的器具，一个粗俗的器具。虽然上帝要表示伊的受气，互人知伊的权能，还佫用真大的宽容吞忍遐个惹伊受气、应该灭亡的人。伊为着所有备来接受伊的荣光遐个人，就是伊怜悯的对象。伊佫较为互因知伊丰富的荣光。咱拢是伊所呼召的。毋但对犹太人，嘛对外邦人中间呼召。照伊伫何西阿书所讲，本来毋是我的子民的，我要称呼因做我的子民；本来毋是我所疼的，我要互因做我所疼的。伫迄个所在，我捌对因讲：你毋是我的子民。相反伫遐，
因为叫做永活上帝的囝儿。关系以色列人，以赛亚捌宣布讲，虽然以色列的子孙亲像海沙遐尼多，毋过只有所剩的少数会得到救，因为主伫地上会真紧，搁彻底执行审判。这是照以赛亚以前所讲，若毋是主万军的统帅甲咱留整，咱早就亲像索多玛，嘛亲像蛾摩拉。安尼，咱要讲啥物？外邦人无追求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，却对神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。以色列人追求对律法，互上帝认定因做义人，反倒无得到。哪会安尼？因为因毋是对神，是对靠行为，因去踢着迄块互人跋倒的石跋倒。圣经有安尼记载，看咧，我将互人跋倒的石，互人跋倒的大石放伫锡安，信伊的人袂致到失望。上帝公平无？上帝公平无？这个问题常常引起人的不安甲争辩。毕竟，人无法度接受上帝是无公平的上帝。假使我讲，咱伫信仰上的努力，甲得到的恩典无成正比，这是毋是会引起更较侪的不安甲争辩？台湾民间宗教信仰介强调公德论，认为奉献金钱、物资，也是服务大众，就通累积功德。功德哪济，福报也哪大。但是基督教并无讲功德，反倒强调奉献金钱、物资、服侍、行善，这一切毋是为着得到上帝的祝福，是要回应上帝的疼。因为基督徒受拣选，是上帝白白的恩典，咱毋是为着换取祝福才正做基督徒。奉献和善行，只不过是一种责任甲义务。信仰若停留伫功德，会互人认为上帝是无公平的。上帝是公平的，伊袂看人的外表、行为、能力、富贵、贫贱，搁对所有人一视同仁，亲像耶稣讲的，因为伊互日头出来照歹人甲好人，嘛落雨互义人甲不义的人。上帝的公平，甲人类理解的公平无共，伊看的比咱搁较远较深。不过有一个故事，皇帝找达摩入宫食饭，问达摩：自登基以来，修理佛事、做佛像、抄写经书、供养僧侣，请问大师，恁有何功德？达摩回答：无功无德。达摩知影皇帝行善的动机无单纯，是为着名声受人称赞，所以才回答伊无功无德。相款的，上帝拣选是看人的内心，佮亲像保罗讲的，上帝拣选毋是根据人的意愿，也是劳力，是出自伊的怜悯。保罗未受拣选以前，是基督徒公认的歹人，总是这位迫害基督徒的恶棍，竟然正做上帝的仆人，这是无人料想会到的。保罗毋但有个人受呼召的经验，也有对旧约埃及王神像看见上帝拣选的奥秘。上帝使用埃及王来彰显伊的权能。因为上帝要人民降就人民降，要互降远顾就互降远顾。因为安尼，咱受拣选，亲像烧毁师傅手中的邪器，
无论贵重还是普通，上帝拢耐心宽容原本着受冲击的邪气。因为安尼，咱怎会当断定上帝敢有公平，还是甲上帝应喙应舌讲常的是非？就亲像俗语在讲，阎王叫你3更死，啥敢留人到5更？上主的主权，无人会当左右。上帝毋单单护掉犹太人，也护掉外邦人。亲像保罗引用何西阿书所记载，本来毋是我的子民的，我要称呼因做我的子民；本来毋是我所疼的，我要互因做我所疼的。若是用基督的疼来思想上帝的主权，咱就会看到上帝的公平，伊愿意怜悯体贴咱，互咱诚侪永生上帝的儿女。默想，我捌埋怨上帝无公平无？我搁安怎理解上帝的怜悯呢？我捌埋怨上帝无公平无？我搁安怎理解上帝的怜悯呢？咱来祈祷，怜悯人的上帝，我愿意接受你创造我的样式，因为你的拣选并毋是出自我的意志。善行是你丰盛无比的恩典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